大夫。我做中二了，连把人家的自己么半年有家我老，我这些我家里面弄多难的啊，老阿妈就他了哈，我这个都还要接你看人家把人我说的呀，那要这套。老师你摸嘛，现在弄多摸养我家老我去发摸哈，要这个就我去了嘛，整个给水质啊，去不好对到家，怎么个白会让你摸人家本股车开到怎么查我了？哎，真的蒙多本的，没专家人，没得你爸，对有啊，有嘛没专家嘛，怎么讲这个问呐？的呢，录着自己包，他们就你这自己个正道主任的啊。哎呀，按照门口的干了搞没专家我买，我查搞，只要看了呢，然后我搞没，我给你冲光日本事，老板负责，我打2轮就通过了，你多。你多呢，录着自己包，没逃，老不理。有个好大朋友本事了，说这个还知道人还有多么呢？嫂你好嘛，马木，对，我叫没个警察啊，老不，警察，可以先说啊，警察啊，哎呀，我叫嘛不对啊，老师我家里你老大了，老子那家还就没去的呢，大姐，我做这嘛不等个，老在都有半年的，做啥的家嘛？俺们有都半年了，老了，还说好有半年嘛，打我点能力，难点钱了，我都去有了老了。哎呦，家辈子说都只能都去杀了，要回家都去感觉半年了。老，我都有要你了，有到半年了，跟前我还要有对哦，你威士忌有了。老，阿伯我去，少不来没到弄把别说。哦，对，你吃。老，我不了，妈老，我你多年来的，老娘你非得这年多啊，他老呢，对呀，不老年多那了不，要你嘛搞不了了，人家要到对，从这什么的，咋带到你别多的啥，记住，老人我这路来年那些没带手，哎呀，什么？不了，老到对我了，不懂你哈。那没了吗？哎呀，我差点了，我知道了。来，我去摸，给钱。哎家啊，我去摸了，我家你过来还去摸的呢。准。我做中安每年的我非要配合的呀，凶个姐姐们呢，不叫我半年呢，知道我来半年看你给按摩用第一了，我家还了，没有给飞来要用第一了，现在要好人大家你了，有到飞要我累我得谁来了嘛，要用1了这样，看到25警察呀。有给飞，好的，我好的几户，俺老母按几家，我按地方做的话有人到的，我这个还收了那我讲的呢，长大叫一叫都没有了，都要有是说叫成都没有中国口呀，老南京那可跑的，看到还有。